挂了。啊，有人回了。啊，那就是俺亮过灯了，回了。挂了。龙水都塞到出隧道那个口，里面还有人，有好几个人淹死在里面了。看前面是出口，这里是隧道出口。这个这几级了？我都翻了你。这是比这路。啊，那个车。站地记着来了，是吧？你看这车。